伫咧2天前，台中大雅违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2位消防人员不幸过往。今早起，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甲大雅火灾案过往的消防员家属，做伙去到行政院头前开记者会，因要求政府要成立联合各部会专案小组，针对着违章的工厂，要随报随拆，避免意外搁再发生。 大火直直烧，2019年10月，台中市大雅区农地违章工厂火烧，2名消防人员不幸殉职。去年底，内政部消防署公布事故调查报告，简单讲到水管运用的效率歹，无线电无及时有效沟通，指挥不当这个问题，并无针对导火所在是一个违章工厂，内底阁有化学品、拍火条件歹、水管不足等等的问题做检讨。消防人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和殉职的消防员家属20时去行政院强烈抗议。消防须知检讨出炉，正院公安改革办号，中央的行政机关首次承认制度杀人。在蔡英文政府上台的这2届，是工厂辅导法、独性化学务管理办法，还有我们的消防法改革的结果，实际上的执行。 却跟原本所期待有落差啊！如果说今天他当初16年有执行这个计划的话，那是不是他在他们在19年的时候就不用出这个大雅违章工厂大火的这个任务？那是不是就不会导致殉职？消管会表示，蔡政府任内计共有8个消防人员因为火场的资讯无够全，损失性命。虽邦消防法在2019年有加速修正，不过公安3法内底，包括违章工厂爱随报随拆，和改革化合物的源头管制等等，拢无斟酌讨论。斗战声的公民团体也批评蔡政府拆违章工厂的速度是比袂过消防人员 殉职的速度。自2019年3月20日以来，也就是公法实施以来，我们检举了200间的工厂，目前只有10间进入到断水断电或拆除的程序，整个只有5%。调查会的委员他没有独立的调查机制，所以消防署都是依赖台中市政府消防局自行给的资料来做判定。 本身也是调查委员的李宗吾表示，整个案件的调查过程，内政部和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态度消极，伊表示遗憾。消管会甲公民团体是呼吁政府赶紧成立下部会的专案小组，真正落实农地违章随报随拆的方案，对源头做起，避免遗憾搁再发生。记者民警陈玉水台北报道。